年齡只係數字，生活品質先係重點。無論係追求健康、學習新技能，定係享受樂趣，呢度都可以滿足你。長者生活用品及輔具展覽會為你打造全方位嘅銀齡樂活新體驗。呢度有輪椅、助聽器等等嘅輔具用品，令生活更便利。精選優質健康食品，從營養補充到日常保健，照顧你嘅每一餐。現場更有專業協會提供免費嘅醫療諮詢、耳鏡檢查等等嘅貼心服務。呢度仲有歌手楊淑芬暖心獻唱經典金曲，仲有健康講座、接力賽、園藝與氣球工作坊，讓你動起來、學起來、樂起來。從健康知識到科技應用，全方位照顧你嘅身心靈。無論係為自己、為屋企人，定係為老友記，長者生活用品及輔具展覽會，都係你不可錯過嘅盛會。